后来哦，若讲到这个高雄过年的盘手礼要送啥，在地人拢会甲你报迄间红山五甲卖土豆汤的老店，这有影生意真好哦，也未开门就开始排队咯。讲若无提早2、3点钟来排，恐惊会买无。另外，这个家己是有卖煎饼，甲迄个钱甲印伫咧煎饼的面顶，这摕来送礼，会当祝人好彩头，生意原来是杠滚。排队的人有够济，有人规气搬椅仔来你坐，因为这一日等是等足久的，主要就是为着这面。小小行人所一倒切落去，一条一喙有够香甜，阁未夹喙齿。伫高雄过年送礼爱买什么物件？你看倒位你排队就知。这间红山的土豆汤店真有名，你若无提早2点钟来排队，恐惊买无。阿姨不是2点就开始呗？对啊，因为要等很久啊。毛台北区的律师哪等哪用电脑处理公司嘛赶来要调成。对，因为反正排队很无聊。这家还蛮有名的。这间店为着赶订单，进前无开放排列，想不到昨一日开放，人山人海。人客一年多。古早味互人怀念，高雄要这间店是反传统。新鲜的乌鱼子、抹炒粿、白糖，中和这个乌鱼子的四咸味、滋味真侪赞处。甜甜咸咸融入在一起。为了满足现代人送礼需要，除了好食，趣味嘛真要紧。煎饼印新台票，无论是美金啊、人民票，拢总有实体嘛有这个支票造型的。真侪人因为安尼来注文，好今年订单成长有够济。对，这3个月爆单已经成长到2、3成。就是要互你食落腹肚底，新的一年嘛财源滚滚，为创新到怀念的口味，拢总有。年要到啊，互各行各业拢充满过年的商机。